会儿，还是不用这个，等我们俩看。你先拍注册。往前开始，太前面了，有一小绿灯，还不闪，已经锁住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发光这些，发光这些，这。ORT 收到的那个光，收到3个模号的光。这是 ORT 的发光。这 ORT 这个型蛮清晰的。让老板看一下行不行？哎，刚才是不是没？